平安，新年快乐！哇，真的是撑了1年哦，我们快要可以放假了，好不好？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就是现在哦，我们就是要来定义来敬拜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请起立好吗？不管你是在线上，在哪里啊，请你现在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扬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哦，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欢呼喜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哦，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来耶！耶和华是我的力，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扬你的名，高举着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因为这一位是我们的主，我们所敬拜的是爱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按照神的话，我们来赞美他。神的话记载在历代志上，怎么说呢？我们就大声来宣告哦，预备咯，1、2、3，来！我们的上帝呀，我们感谢你，颂赞你荣耀的尊名。上主啊，我要向你歌唱。因为你施恩厚待我，要颂赞主，因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感谢赞美主，这位上帝，他是拯救我们。他为什么会拯救我们呢？因为我们可能做错事啊，所以我们落在那个需要被他救啊。那谁来承担？这位神既然是公义的，做错事情你本来就应该要付出代价，但谁来担？就是这位神。所以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赞美神？我们也到神的面前来认罪，特别是我们无意有意犯罪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开口赞美神，然后我们恳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你使一切都这么美好。主啊，你的原意是要赐福于我们，但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是不美好的。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跟你所创造我们的离了很远。主啊，我们离了那个标准。主啊，我们没有在那靶心上。主，以至于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来救，需要你来拯救我们。主啊，谢谢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确实也知道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唤醒我们，以致我们回到你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原来在那黑暗中，因着主你的光，主啊，我们就醒悟过来。主啊，你这么爱我们，
就是用你的慈神爱所。主啊，你管教我们，就是因为主，你要我们这整个人是属你的，是圣洁。很难，但主，你告诉我们，你要与我们一起。谢谢你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谢谢你应许我们认我们的罪。主，你要赦免我们，也要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使人知道这位主，因为你有赦罪之恩。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继续，我们要来祷告，是我们的主很看重我们，你难以想象的哦，比你自己还看重。他在乎的是你身心灵有没有健康，因为他创造你是这么美好，但现在怎么不怎么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产业跟亲子的关系，甚至我们孩子刚刚考完试，这些学生学业跟人的关系就是很卡。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呢，他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请得到你庇护的人都要欢呼，他们要不断地欢呼歌唱。你保护爱你的人，他们因你而喜乐。求你垂听他们的祈求，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怜悯他们，饶恕你子民一切的罪。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都会垂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如果有这个时候那些关卡住的，好不好？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旨意求，他会垂听，而且他会回应你哦，不是只有垂听。他的回应就好或不好，他都会给，不会已读不回啦。只要是我们要专心听啊。如果我们自己不专心听，祷告完就走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好吗？好，那我们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请你可以站起来，我们的牧长同工会到你的旁边跟你一起祷告，或者是你觉得我要跟神单独会主，也可以，就在你的位置上，把你的手放在你觉得你需要神祝福你的地方，好不好？我们请需要的人，请你可以起立，我们开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祈求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你此时，主啊，你鼓励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的心得以激动，主啊，使他们真知道，主啊，你关心他们，主啊，也让他知道，在教会我们的牧长，主啊，我们是一家人，主，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关心，我们彼此代祷，主啊，这是你所嘱咐我们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用你的话语，主啊，用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主，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很看重，主你在乎，而且更重要的是，主你有全能，主啊，你不是只有听一听，主啊，而是主你听了以后，主你也按照你的旨意，主啊，你真的是要让我们在那个关卡住的地方，主啊，你让我们可以顺过去，是因为我们愿意改变，主啊，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愿意顺从，我们愿意顺服你，主，谢谢你最大的改变在于我们，主，谢谢你让所有兴起的环境，主让我们心意跟心而变化，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实现出荣神益人的生命，主，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宣告，主，你是赐福于人，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高台，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恳求你，我们恳求你，主啊，在我们黑暗，在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向你来打开，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来改变，使我们的心对准于你，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不会走心，我们这个人就不会走中。
主，谢谢你让我们一生一世活出你给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荣神益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为，等一下就是今天是主日啊，那我们在礼拜当中，我们更要来为神的教会哈，我们这个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主，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聚会啊。这个圣经的话也有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分享爱宴，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颂赞上帝，跟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上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接着有声音从宝座发出，说：所有上帝的仆人，凡敬畏他的，不论尊贵卑微，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在这里聚集敬拜，就是要赞美我们的这一位上帝。我们要为几件事情来代祷，就是我们要自己要先对准神，我们的灵命更新也要为整个金竹中会宣教的事工经费跟同工，求神来供应跟带领跟保守。今天有许多的会议，阿嘎培的会议志工干部以及医疗咨询，还有本周我们有个小年夜的团圆员，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没有很多人可以一起团圆，那我们这个家当然要团圆，不是吗？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一样，所以这个礼拜我们有这些。今天下午还有业务节。业务节，我想很多人都很想念他总是在1楼，总是煮爱宴给我们吃。今天下午是他的告别礼拜。那我们也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为第3区区长蒲春长老师今天的值日长老为他的小组长淑端跟永康小组长求神来带领他们新的一年，大家可以敞开心门来仰望圣灵带领，凡事能够兴盛特别是身心灵，透过每天的灵修，我们生命可以改变为主缘每个人领受了以后就可以出去传福音，让各方面。在各个方面全方位神来赐福满满，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为我们今天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还有为教会的一切的事工来祷告来，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这位主日设立主日的主。主是我们要一个礼拜要从你的圣殿出发。主我们聚集在你的圣殿，聚集在你的家。主这个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主在这里，主是我们家之外。主我们领受了，我们在这个家也要被包裹，因为这个家就像医院一样，使我们在外面受伤回来，主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医治。主这个家也成就教育我们的地方，像学校一样，这个家使我们能够成长。这个地方，主我也像是一个军队，因为我们为主你出去。主有特别今天我们要为医疗各方面我们的服事。主你知道我们在每一个职分上面，主我们就是为主而出征。主你与我们同去，主是你来征战，主我们跟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统帅。主你是我们这个军队宣教的军队的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赞美那叫我们抬起头的神，让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
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要大声来赞美他。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还有，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将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荣耀，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有你在身边，我们必不致害怕。哈利路亚！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他会保护我，时时刻刻保护我。我出我入，从现在到永远。耶和华会保护你，通过一切灾害。阿们吗？我们要再次宣告，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祷告。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他会保护我，时时刻刻保护我。我出我
我路，我出我路，从现在到永远。弟兄姊妹，请坐。亲爱的神，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有你在，我们就不动摇，我们就不害怕。谢谢主，感谢你，你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一直待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再的次，神。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纵然有仇敌围绕在我们身边，要来迫害我，要来攻击我们，但主耶稣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不致害怕，我们就可以击退仇敌。感谢你，我们将满心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一次在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你在我不怕遭害，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们所依靠的。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是主，我们在人生有劳苦，有重担。我们一出生，我们就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面对劳苦的征战。
但主耶稣，你呼召我们，你来到世上，你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在人生劳苦当中，我们可以卸下重担，交托在主的手中。在我们面对人生的结束那一刻，因为有你成为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怕遭害。虽然面对水的幽谷，你用你的杖、你的竿来引导、来安慰、来扶持。你有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不管是在世上，在面对我们生命结束那一刻，你都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神，你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源头。谢谢主，让我们每一次都能够有机会来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不管天气如何的变化，我们心依然渴慕对你的热忱。愿你赐下给我们有敬畏的心，好来敬拜你。你的应许说，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今天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看见我们人生所面对的一些的困境当中，依然有神你的同在，你的保护。因为你是我的，你是我们的。当我们用信心宣告的时候，你那属天的应许，在基督里面一切的福分，就要给予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愿你赐福，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着帮助。你的灵在哪里，就叫我们得着自由。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一个礼拜就过年了哈，那感谢主，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神的保守看顾啊，愿神来赐福。我们也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姐妹哈，杨家珍姐妹在我们当中，请你站立起来，我们来欢迎哈，来欢迎这位姐妹。愿上帝来赐福啊，愿这里可以成为你属灵的家啊，愿你平安。好，请坐哈，请坐。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今天是新竹中会宣教主日奉献主日，请大家关心代祷奉献。那我们在2月5号会召开会员合会所以是我们过年，那我们提早制作来完成我们的合会手册请各部门的负责的同工在今天下午4点前到干事室来确认各部门的这些的相关的资料，我们今天要签名定稿以利我们来印制。我们2月5号9点半，所以2月5号9点半只有一场礼拜我们会联合，那召开2023年的定期会员合会及办理补选执事会补选1名我们从推荐的3位当中来选出1名当然执事也是补选的，但是我们这样可以照着小会的推荐名单来拣选。那当日如果无法参加的这陪参会员那我们今天的会员名单已经公布在1楼的公布栏，请你看一下。那在1月29号前向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来提出，那以利我们小会来补正。下个主日就是大年初一刚好是礼拜天所以我们就那一天只有一场那就是9点半。跟你旁边说，下个礼拜是9点半你知道吗？我们看外面拜拜的人都是一早，然后要抢什么？抢头香代表是那个人只能得到那个更大的祝其他人就不行吗？
如果我们到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哦，就是你用敬虔的心，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哦。那在新春主日就是9点半。我们江南之声全新的音乐填写问卷的参加抽奖活动将于今天下午4点半来在教会的脸书进行抽奖直播。那我们感谢我们的新锐执事君毅执事分享他音乐制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在音乐当中隐藏的这些的故事敬请我们期待在下午有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抽奖。今天下午等一下我们这个医疗关怀咨询的同工外面不知道有没有下雨，然后那如果没有下雨，我们就会进行这个医疗关怀的咨询由邱秋元医师邓志文医师领队，还有欢迎我们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一起来负担参与。那我们57周年有一些剩余的这一些的纪念品小会决定就是把它赶快，因为有期限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周报里面也有夹这个奉献袋我们小会有这样的一决，就是针对教会的宣教基金，还有我们新春的感恩奉献，我们把这些有期限的咖啡礼盒还有红酒把它就是能够完成了不要剩太多那愿上帝来赐福，透过你的支持、你的奉献，让教会能够对社区、对宣教能够有更多的这些经费来祝福我们的社区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如果有报名参加小年夜的团员聚餐的那请准时在11点入席11点半会活动开始请报名的兄姐准时入席不要学像那个婚宴一样，都要12点半以后才入席的那你就没得吃我告诉你那我们的全职同工的春节有放假的时间从1月20到1月26那大楼我们的管理干事是1月21到1月25那春节期间如果有要事我们有这些3位牧者跟我们主任干事我们可以有透过手机来找到牧师。那我们今天下午1点半为邱业务姐妹的告别礼拜我们为她来祝福特别是他们的家庭的成员都没有信主只有一位女儿过去有跟她来到教会那愿主来赐福，也透过今天下午的告别礼拜，我们祝福这一些的家属，让他们有机会与业务姐同得福音的好处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那下午4点会在林口鼎50园举行安放礼拜。那礼拜2也恭喜我们的宜家籍姐妹新居入厝的感恩礼拜住在桃园区的美光街84号我们祝福他们。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金句，读2遍，一起来。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诗篇9篇3节，再一次。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诗篇9篇3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
因他是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是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来宣告，来，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曾富足，又因为主已成就了，他是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他是感恩，感亲爱的上帝，感谢您，让我们今天又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朝见主你的面。主啊，我们感谢您在过去的时间一直在看顾着我们。虽然我们接近年末，有很多的俗世的搅扰，但是主，你赐给我们属你的智慧，让我们在面对一切的挑战的时候，都能够有您的智慧来引领我们前进，让我们在十字路口上不致迷茫。你是我们引导我们前进的光，也让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的身旁，让我们不致害怕，因为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求主你继续的看顾着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是从今时直到永远都不离我们的身旁，都一直都在我们的心上。主，我们现在要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才能，成为馨香之祭，摆列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你出你入，主必保护你；你出你入，主必保护你。请坐。你出你入，主必保护你。这句话不是只有保护现今在现场的，在线上的也保护你。还有保护什么时候的呢？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以斯帖3章，然后也保护耶稣到新约的时候，也保护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刻。既然神保护我们出我们入，何以会发生很多滴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以斯帖记的3章，所以容许英业牧师稍微前情摘要一下。你会发现今天英业牧师怎么样？哈？有人说红。我都啊。有没有发现这个整个人都红的？但是为什么口罩要配一个什么？啊？哎，这是蓝色吗？哦，我是，为什么要红配绿？亲爱的大家，你没有发现红绿灯在这里吗？红代表我们要 stop 是危险，绿呢，我们要走过去。那么请问这原来谁发明？为什么一定要是红色？哎，我们不是过年都穿红色？很不好意思，今天我们第一次来的也穿红色，我不知道，对不起。为什么要穿红色？过年呢？那牧师，你不是说红色是警戒是危险吗？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摘要就是，在这个历史当中有太多危险，
有太多红色警戒的时候，但是那绿色可以过去的、可以做得对的少啦。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在一年最后一个礼拜主日，我们都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因为他有赦罪之恩。就像历史当中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以斯帖记。我们来看，它是位于历史的什么时间呢？不要讲太远，就讲到大卫王之后，他的儿子是3个字，所罗门。他有智慧，对吧？问题是在他后面老年的时候，娶了很多什么不属神的嫔妃，把其他的神给带进来了。然后呢，他死之后，12个支派怎么分？10跟2，10个支派在哪里？北国。2个支派在哪里？南国。而耶路撒冷在哪里？在南国。那北国10个支派说：“哇，这不得了了！圣殿耶路撒冷在南国，那我们不是看属谁吗？”于是他们就做了什么？偶像，自己可以做的可以去拜。请问一下，有没有有得罪神？神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悔改，他们没有。于是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你们要被灭亡。被什么国？国际的时候，强国什么？不是亚洲，亚述。那时候亚述大国会灭，有没有应验？有，确实已经应验。因为神不是要处罚，是要管教他们。但亚述他的政策是这样，他就让你们同婚，给你们融化，你牛气啦，你们就没有那个特色。所以那个10个支派，你没有听说过他们后来回去的？没有，因为他们已经被融化掉，变成一个什么？我们常常听的，后来他们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很讨厌他们自己的这个10个支派分出去的什么那个什么撒玛利亚，就是因为他们混了。那么南国有比较好吗？有，他们有几次的机会。神给他们机会，他们有绿色的通行，因为他们悔改，以至于他们比较慢，但最后他们还是得罪神。透过耶利米先知预言什么样？你们要被灭，被带走，被谁灭？已经不是亚述了，因为亚述已经怎样被灭了，所以没有永远的国，再怎么强都没有永远的国。于是巴比伦又灭掉了亚述，这时候的是巴比伦就灭了什么？南国，而且把南国的人分3批带走，带到哪里？就如先知所说，带到哪里？巴比伦去。第一批的人带去叫但什么？很厉害的但以利。第2批带走的叫什么？以西结。这些先知，他们带去在巴比伦开始，有的人出生，有的人长成。在那70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即便他们在做错这么多，他们被带到巴比伦寄居人家篱下的时候，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是什么？后来犹太人变得很厉害的，他们跟巴比伦学什么？做生意。犹太人是不是很会做生意？他们在巴比伦就开始有钱起来喽，因为他们以前都只会畜牧，只会种地，但是他们就开始学会了，真的如先知所预言的，70年之后，有没有感动巴比伦让他们回去？因为那时候巴比伦又怎样？其实又已经被另外一个国家给灭了。那个国家，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来讲，真正的应该这样讲，其实巴比伦是被什么？不是波斯，其实是马代。但是波斯跟马代2个又结合，所以我们整体来说就是波斯。所以你要看圣经，你会常常看到4个字在这一起，叫什么？波斯马代。我们今天要读的就是波斯这个王，他很厉害，因为他20年新的黑马起身。他很怕别的国来灭他，因为他是少年的嘛，20年，所以他有一种智慧，就柔和政策。他的所关注的这一些民族，他说：“你们赶快回去你们自己的故乡，然后呢，你们拜你们的神，
特别是以色列，你们拜你们的神，把圣殿给盖起来，然后请你们的圣殿的那个神来祝福我，好，来祝福我这个波斯王。他的政策想法是这样，有没有 bingo？ 他以为是他想的，但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原来上帝在早就已经预言这个事情要应验，然后就有人回去了，对吗？我们上次有看以斯拉，记得吗？记得吗？好，我们看了以斯拉全部，我们有没有发现，第一批回去的人，第一件事要盖什么？圣殿。那个人第一个带回去的也是官员，他叫什么？所罗。对，他就带人回去。请问一下，因为游牧师也讲了好几次，回去的人的名单多少？5万多尔啦，听讲啊，哈，算算诶。亲爱大家，我们知道，从历史学家来看，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请问有多少人？听说是100万人哦，但回去的只有5万。第二批才是谁回去？以斯拉要宗教改革，但今天以斯帖时间点在哪里？时间点在第一次所罗巴伯带回去，他们没有决定回去，发生在亚哈水鲁王。我们记得吗？现在不翻圣经，但你们回去好好翻。以斯拉第4章的时候，圣殿盖到一半，有些人去告，就说：“哎，这一群人呢，他们就是想独立，怎么可以让他们盖起来？不行，要让他们停工。”记得吗？有停过一次工，记得吗？那个王就是什么？亚哈水伦王。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就是时间点在这里。因为牧师讲那么多的原因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真的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做错了决定。神有恩典，绿色让我们能够顺畅的通过。为什么是红色？为什么是绿色？听说在英国的中部有一个城镇，如果已婚的女性跟未婚的差在哪里？已婚的穿什么色 ？Yes， 代表你千万不要碰她，她已婚，所以他们不是戴戒指。未婚的穿什么色？绿色。这是有一个灵感，以至于这样。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来看以斯帖记。今天来到了哪里？我们可以知道，从游牧师好几次的讲到，我们知道亚哈水鲁王其中有一个小官，他叫末底改，没得改，是吗？他以为他没得改，所以他没有回应，要回去归回，没有包括在5万人当中。他那时候的决定，甚至于他留下来，是我们刚刚讲，为什么留在巴比伦有大概两种人，一种叫做很穷的，没有办法有旅费回去的；另外一种是大部分的人是非常有钱的，他们成为商人之后，他们非常有钱，到他们可以在那里做官。我们看就知道亚哈水鲁王他的官是可以买的啦，所以这个经文就落在这一个事情。亚哈水鲁王他因着想要摆设宴席，他因着要做什么炫富，我这么有钱，我现在苏三城这个宫，他爸爸开始开工，在他的手上完工的，他要还清，可以没问题。然后180天刷拖在7天，没有问题。问题在他不止炫富，其实他有底层的意思。如果我们有听迦南之声就知道，不是只有面子，还有里子的事，就是他想要召集大家来去出征。出征当时候的另外一个国，也是波斯后来被灭的，那个是谁？希腊。他第一次，他爸爸其实已经有几十万的军去打了，但是他们几十万哦，但我们知道吗？这个希腊雅典要去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人是少少的，而且是吓坏了。但是救兵还没到，怎么办？只好冲啊！因为敌人都来了啊。没想到竟然以扫怎样攻败掉多数的人，而他的父亲亚哈水王父亲败了之后，这有个小小插曲，我昨天在青年有讲。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参加什么
木轩，你参加什么？路跑。其实它原来名字叫什么？马拉松，对不对？马拉松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这个战役来的。因为雅典以很少的，竟然能够敌众。哇，赢了之后，那个士兵竟然没有马，用什么？没有马就要用什么？跑的，哇，跑过什么？跑过我们这个叫做什么？马拉松平原。跑到了之后，看到这个雅典的统帅说：“我们赢了吧！”马拉松赛跑从这里来的，然后他就死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历史当中有太多红绿灯。我们2022年，我们大部分是红灯还是绿灯？如果我们大部分跟英年牧师一样是红灯，神有恩典。过去我们可能做错很多决定，神有恩典。那个恩典就是他保护、他救我们。英年牧师这套是比现在多20公斤的时候的衣服。你有没有做错决定？吃太多，喝太多，或者是你自己变成恶者，你压迫别人，或者是就是没有中靶心。我们大部分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那8九很长，是因为我们在那哒紧身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赶快恳求神帮助我们归回。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来到了这里，来到了竟然末底改他没有讲他从哪个民族来，甚至他让他的堂妹，也就是他收养的养女被迫啊，应该讲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说他们是谁，他当然会被选到宫里，甚至会变成什么王后哎。然后经文我们没有读。王后之后，末底改竟然可以在王宫里面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有人要害王，他赶快去告诉这个王后，而这件事情怎样？哇，救了王啊！救了王，应该会立什么大功？请问他有没有起来？从经文里面没有起来，他没有被升起。可是谁起来了？第一次上来这个舞台，以斯帖的舞台，这个人叫哈曼。哈曼没有头没有尾，他就跑出来了，只知道他非常有钱。而哈曼从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一上来一出场，他就是宰相。好，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当一个宰相出来的时候，他就要所有的人跟他跪拜，而在门口也是官呐，他不是顾门的哈。末底改竟然不跟他跪拜。不跟他跪拜，大家就会说：“哎，你为什么不拜他？为什么不拜他？这是一种尊敬。”所以英安牧师要说，其实他不是宗教的那种拜，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礼仪。他就不要。后来人家说：“你为什么？你就是跟他拜一下。”他说：“就我是犹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是连他自己的养女都说嘘，所以他才能够进宫吗？他不是一直都保有他的身份嘘，可是当他去用激掉啊，对吧？台语讲去用激掉啊，对不对？他就说我是犹太人，而这件事情马上怎样？他的同事马上背叛他，去告诉了哈曼。而为什么就一个人的错？今天就会看到这个经文，带了一个民族快要被灭绝。什么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来，音乐牧师读上面哈。那大家请一起，可不可以请同工拿麦克风？牧轩还是好，带领大家读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好吗？来。亚哈水鲁王统治的第12年正月，就是尼散月，哈曼命令人在他面前抽签，择日进行他的计划。抽出的签指明12月13日。
于是哈曼禀告王，有一个民族散居在王国的各省，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跟所有其他的民族不同。不但这样，他们连国家的法律都不遵守。容忍这样的人对陛下没有好处。如果陛下认为妥当，请颁布命令灭绝他们。我保证可以替国家增加收入34万公斤银子，作为国家的行政经费。于是王取下他的印章戒指，交给犹太人的敌人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他说：“这些人和他们的钱财都归你，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正月13日，哈曼就召王的书记来，要他们发出通告，用当时王国境内各省各族所通用的语文写下来，发送给所有的省长、总督和官员。这通告是以王的名义颁布的，盖有王的戒指印。收信的人把通告发送到王国的各省去，下令要在亚达月13日这一天，把所有的犹太人，不管男女老幼，都杀光灭尽，绝不留情，并且要没收他们的财物。通告的内容要在各省向民众公布，好在那一天来到时，每一个人都有准备。遵照王的命令，这通告在首领书珊公布了，送信的人也急忙把通告带到各省去。当书珊城进入慌乱状态的时候，王和哈曼正坐着相对饮酒，一群人要被灭，很危险，但那个恶者竟然能够坐着喝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透过历史这些记载在圣经你所启示的圣经里，主啊，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说，主，我们是这么微小有限的人，主啊，你竟然爱我们，你竟然留下这些话，让我们天天有一个准则，让我们听了你的话，按照去做，使我们的生命不陷在那危险，让我们常常是按你的旨意求，也按你的旨意活出来，是可以荣耀上帝，可以对人有帮助。恳求你来启示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看，从去年乌克兰、俄罗斯打乌克兰，我们知道他们其实是兄弟哦。但为什么兄弟最后反目成仇？到去年一整年，其实是很悲惨的。而这个原因是什么？绝对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这样而已。其实那个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有所谓的民主跟专制。这当中有太多原来只是少少人的，而变成意识形态。以斯帖不是这样吗？一个人。亚哈随鲁王一个人请他的王后来，他王后不出现在宴会厅里面宴客的当中，他就把他无限上纲，成为意识形态。哇，那全国的这个男人都不会被女人尊重了。这就是一个警讯，叭叭叭叭。我们回想一下，过年快到了，我们有很多过年的纠纷在家族里，不是也是这样吗？一个人不高兴，而这个不高兴可能是过去很久的累积的，但他却把它提升成为你家跟我家的战争，提升为无限上纲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好不好来注意上帝正在做的事？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历史当中人真的犯罪啊，甚至被掳啊，然后归回啊，有机会让你回去啊，但他还是不回去啊。但神拯救的计划正在做，你的犯错不会影响神拯救的计划，只是跟你没有分。神也有怜悯，好，你不回去，
有牧师有讲过，你不回去，没有在这个归回的名单当中，跟你没有份的。还好我们的主不是有牧师的哈，不是我们说的这样而已。我们的神是怎样？你即便没有归回，即便你在那个地方，你又再次做错决定，把你的他不是主动，我相信不是主动，从历史里面他就被征召嘛，美丽的就被推进去了，因为你选择不说你是犹太人，你选择不说你是分别为圣的民族，那当然被送进去。所以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认识这位上帝，即便我们一直做错。音乐牧师这个买了几万块的，而且不止一个颜色哦，有机会我再穿另外一个颜色，绿色。有没有穿过？今天有人说对了哦，处理长老说：“哎呀，他不敢说很好看的，因为真的很难看的哈，不实了。”他说：“哎呀，那反正新的就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这样做，我们会一急之下可能做什么事？因为我们情绪，我们的认识在这情绪中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其实就在那冰山下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我冰山下面，我可能我自己不敢面对，或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家族更是，家家有本难念经，就在这里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错都已经错了，我们的主怎么样子再给我们机会？以斯帖就是啊，末底改错都错了，他不回去耶，人家已经说，你等你不回去，而且还隐姓埋名的在巴比伦继续生活下去，因为在那里他们是大部分是有钱的人，而且他们在宫中是可以有官员。末底改就是这样啊，做错了决定。我们怎么办？这比例很悬殊也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选择回去。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大部分人的选择的都是对的？有吗？红绿灯不算哦，红绿灯每个人走，你就要跟着，就绿灯你就走。但你有没有这种情况？跟车，人家过去你也过去，结果你发现什么？哎呦，人家前面那一台是绿灯，可是后面这一台已经是什么？红灯了。所以当大部分的人都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要哒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话是怎么说的？两个遇上了。哈曼竟然末底改立了这么大功，没有被升格，没有被升官，反而是哈曼没有前没有后，就跑出一个哈曼出来，只知道他很有钱。而末底改他就是不跪拜哈曼。其实在当时候，他既然末底改他隐姓埋，不是隐姓埋，其实他也改名了哈。既然他隐藏他的身份，然后也在宫中做事，他都知道这些规则，但他何以不拜哈曼，不尊敬他？心中有很多的问题。冰山下，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尤其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我就是不跟谁讲话，有吗？我就是连看那个人都不想看，有吗？我们心中自己知道，那是什么原因？有原因的，好不好？恳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就在于，其实他们是世仇啊。因为哈曼是亚甲族人，他也就是我们圣经说的亚玛利人。而我们知道末底改其实他是便雅悯族，其实他们有最后一个战争，我们也有讲过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的末底改的只有几代的祖先，其实他是扫罗王，他就是在跟这个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得罪神这个世仇，我们有没有过累积下来跟谁是世仇啊？我们家族里面有没有从此以后不再跟谁联络的？而今天这个人在高上位，而他在门口的小官，不想打了，而且竟然他说出了，其实我是犹太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
哎呀，我怎么会这么冲动就说出这句话，好不好？回到神的面前，主，真的我冲动了，但主，恳求你帮助我，在我冲动之后，我怎么样让我这个冲动认罪之外，求神你来用。我们看到一个句话一冲动，引爆了哈曼要灭整个犹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以斯帖这两个跟亚衲族跟这个他们冲突是最后了，后来没有再记了。我有时候在想，求神怜悯哈，这个是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我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逻辑推论，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冲突的话，其实不会有后面的普珥，因为有人把末底改归功于他是拯救民族的，但我们要不要想一想，这个是谁引起的？所以我们没有批判，但恳求神给我们智慧，透过我们真的看到圣经里面真正的意思，好，使我们真知道每一件事情的真正理智，而我们不看外面的面子而已。因为神是看内心，而不是看外在。我们看到这个哈曼火大了，对不对？其实他也是一个人的事情升级到无限上纲，把它给民主意识化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只要什么主义，自由主义哦，你要注意。这个和平主义哦，你要注意，因为主义就是我把它奉为最大，比神还大。我们好不好？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可能红彤彤的做错，尤其过年期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很轻易的，因为放假轻易放松啊，就忘记神怎么说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身份，我们怎么说的？好不好？我们用神的爱化解掉这个冰山。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做错决定，但神真的有恩典。过去我有一个青年，他在过年期间，他竟然被同学带到一个地方去玩大老，类似像大老二的东西。过完年的初五，他来找我，说：“英元姐怎么办？我竟然签本票签了20几万，我记得这个数字是25万，怎么办？”我说：“你做错的决定就要面对，要跟你的父母讲。”我不敢讲，我被打死。我要来祷告，真的。你知道错了吗？你愿意悔改吗？愿意。我们开始祷告，求神来帮助。发生什么事？隔一天，这个青年很高兴来找我。牧师不用跟我爸爸妈妈讲了。我说：“为什么？你解决了25万？”他说：“不是，那个人被警察抓走了。我给他的本票呢，因为那个人是那个诈赌的话，其实就是坐牢签了。其实他就所有在他手上的本票都不用再付了。神有没有保守？但你还要不要再下一次？不要，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做错的事的时候，主有恩典，但请我们记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因为爱的缘故，我们要主说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主说我们要好好睡觉，不要熬夜。主说什么，我们就要做对。我们要常常想起，我们才能够注意神，不是注意危险而已。如果我们一天到晚，你如果现在都只看音乐牧师全身红，你大概没有看到那个恩典哈，你只看到哪里怪着。我们要注意，我们是要注意那个刚刚音乐牧师戴的绿色口罩，我们要注意神的恩典，要想起对上帝效忠的决志。想起来，神以永远的爱爱你，神以永远的爱爱你，就像我那个青年一样，但不要再犯错。当我不要犯错的时候，我决定
我决定说我跟随神，神你怎么说我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仇敌。但我要想起，仇敌只要兴起的时候，因着神的应许，我这些就要退避出去。我们继续看以斯帖，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摩尔底改没得改吗？不，他改了，他因着一时讲出这个话，结果他就变成被公布他是以色列的民族的，然后他就想起神的爱，想起神说的，然后在这个危险当中，他就没有躲起来，他反而进食，然后跟着他的同胞，然后去找以斯帖，还跟他讲个很有名的话，对吧？你当皇后不就是岂不是为了今天？现代中文译本说，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时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活着，你受这么大的祝福，岂不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吗？和合本说，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的手上如果有机会，愿这个机会成为能够祝福你家人、祝福你身边的人。当然，你说出来你是基督徒，你说出来像末底改，你说出来我是属神的，哦，仇敌来了啊，而且要灭整个族啊。但我们看到末底改变了，越来越成长了。他想起神，神是他的应许，神是保护他的，好不好？当我们神保护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千万要小心。我们看到哈曼，哇，这个意气风发，还抽签呢、普尔的意思就是抽签嘛、他觉得这个签放在怀里，哇，这个我一定可以把他们全部灭掉。但他忘记一句话，谨慎一直想，先放怀里，定是谁？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有祷告，一直说主啊，让我不遇见遭害。主祷文说不要让我遇见什么？不要只有祷告到这里，还有一种试探是什么？我就是那个恶者。你有可能成为你家庭、家族里面那迫害别人、让别人不公平的、让别人觉得被压迫的吗？我不是说婆婆哈，也不是说会。我们记住这句话：哒哒哒哒哒，定是由耶和华，不是你说了算，不是你能掌控。因为牧师常常讲，圣经整本圣经，如果我们一个字要来讲，神教导我们要怎样爱，神是爱。但如果有一句话让我们遵循次序的话，好不好？今天我们把它记下，尤其是过年期间，我们好好在做事情的时候，筛一下，筛一下，筛一下。什么呢？何为善？第一个，这件事情要做决定。第一件事，第一层面，行公义。有没有让别人不公义？有没有压迫到别人？哦，我有理，哦，没问题。第二层是什么？好怜悯。我可以得理不饶人吗？不行。圣经有讲，真的不行。再下一个是什么？我有哦，我都有行公，我都有好怜悯。再下一个是什么？我们对，有太多什么都可行呢，但那个机会时间不一定都怎样有益的，好不好？我们到神的面前，在过年的期间，因为牧师邀请你，我们就做一件好事，神要我们做的，可以荣耀神的。什么事呢？我相信你在过年期间一定会遇到那种比较落魄的，他可能整年都不顺，他甚至最近很多人其实是被 lay off， 有很多人他其实工作很不顺，整年都很衰的。因为牧师就是有过牧者，其实他身心灵都很不好，但是有人帮助他。有一本书，这本书我等一下再讲，这个老牧者怎么帮助他，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做得很烂，是一个烂人。他怎么觉得他自己一直都是摆烂的烂人的，连牧者自己都觉得。那老牧师说：“来，我给你一个。”抽屉随便里面就拿一个石头，说：“来，你拿去珠宝店，你去给他看，或当铺啦，看能当多少。但是请你
这一个一定要卖1个金币。如果他要买，你也不要卖他，好，但你就拿去卖。他就拿了这个石头，就去当铺的，都被笑。哎呀，你这当了也多少钱而已。然后这个牧者老牧者就跟这个年轻牧者讲说：“来，你再把这个拿去这个桃园市中华路49号那一间珠宝店，叫什么名字？阿妹，进去，那个设计珠宝一看，哦，我给你。”因为你太急，过年快到，我没有那么多钱，而且我要再鉴定，我还要开证明书，这样好不好？8个金币。这个年轻的牧者，8个，但我不能卖，你等等，因为你等会儿，这个不是我的。他赶快回去跟老牧师讲说：“哎，你这个是什么？我看你抽屉乱七八糟，拿出来这个竟然有8个金币。”老牧师说什么？要试货的。亲爱的孩子，你遇到这么多挫折，不是你没价值，是什么？没有遇到试货的。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价值，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好不好？在过年期间，我们先让自己被神爱个够，知道我们的价值之外，如果你在家族聚会里面有遇到那个真的觉得自己都没价值的，好不好？透过神的眼光，你来让它亮起来，好吗？这是神在今年这个年度新的年度，音乐牧师要听我们大家哦。你让谁亮起来，你会发现，你让别人亮起来，你自己也会亮起来。当然，你要先听见我们软弱的警铃声。如果神有对你打你所做的不合公义，你没有怜悯，你没有谦卑与主神同行，你只是一直说听我的，看自己比别人强，那就是不对了。很多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看法，不是你说的算。过年期间的吵架都在这里呀。家族每个人都说我说的才对，你们不听我的决定就翻脸了，好不好？我们都是参与到上帝的要做的事，不是人要做的事情，好不好？上帝要做的事情就是今天下午有江南之声的直播，好不好？那个3点半哈，4点哈。我是要开志工会议啦哈，我们队长有在这里吗？可不可以改一下？一边开一边听哈，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参与神在江南教会要做的新的事工，好吗？我们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要来唱这首。保护我们是因为可能是我们自己犯错，可能是敌人起来，因为我们为主站出来的时候，敌人看得不高兴，但我们记住，神要保护我们。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他会保护我，时时刻刻保护我。我出我入，从现在到永远。再来一次，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他会保护
姐妹，音乐牧师来邀请你做一个姿势，就是手交叉在你的手臂上，类似像音乐牧师这样。线上的朋友，线上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也邀请你。当我们一个人想要自我保护、自我防卫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姿势。我们就弓起来，我们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的手这样的时候，其实是拒绝别人，好不好？我们在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要少，因为我们看到，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叉叉叉叉叉叉叉。如果你眼睛睁开也没关系，你看，其实我们人不是就这样吗？我们在2022农历年，其实我们这一生做了很多违规，特别是在神的眼中是错的。以致我们今天可能落在很多的境况，好像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了，好像没有办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做错的代价，不是你一个人承担。你好不好感受到你手掌握的你的手臂的这个力量跟温度？其实这是这一位亲爱的圣灵，他握住你的双臂，他要告诉你，孩子，你不是一个人。我要与你一起，我要抱抱你。这世上，即便没有人了解你、懂你，这位主懂你、爱你，给你温度，给你温暖。如果过年期间你觉得很孤单，尤其今年有很多的失丧，家里的人，好不好？你像这样抱起来，你会发现，这位亲爱的主抱住你，紧紧地抱住你。拯救我们的主，谢谢你，在我们许多犯错，甚至我们一个人的情绪，甚至我们一个人的决定，我们带来许多人陷在那个困苦中。我们真的很懊恼，但主实在没办法。主啊，我们知道你有办法，你拯救之恩要临到你的儿女们的身上，以及我们所关心的家人，我们的福音的朋友。因为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你乃愿人人都能够得救。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的爱，透过你要融化人冰山那表面的，使我们真的可以用诚实面对主你，打开自己，主你的爱吹入，像圣灵的风吹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活起来。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亲爱的圣灵，你就要与我们同去，回到我们的家，回到社区每个地方，可能回到不同的城市，让我们在过年期间真的是散发出主你那永远的盼望与喜乐。因为主你与我们去，我们就去到每一个地方，要成为光，要成为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了，我们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愿耶和华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
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开始，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喜乐。初一哦，初一我们要第一件事情就到神的教会哦，9点30分，我们在现场见。